追求成功嘅道路，達到理想嘅目標，並唔係一帆風順。作為一個企業家或者一個普通嘅人，都會時刻面對唔同嘅問題。而點樣保持一個高度覺知嘅意識，走向成功係非常重要嘅。今日我哋會講嘅內容就係關於點樣可以製造內在平靜嘅心，接受現實中嘅快樂，享受成功嘅喜悅。歡迎嚟到 DIY 獨行者頻道，陪你讀書，分享智慧，活用生活，運用種子法則，實現人生5大目標。如果呢個方法同分享可以幫助到你嘅話呢，歡迎你讚好、訂閱同分享 DIY 獨行者頻道。當和尚遇到鑽石，簡體中文版叫做能斷金剛，英文版 The Diamond Cutter， 作者 Geshe Michael Roach， 麥可羅區格西。當和尚遇到鑽石20週年經典紀念版，一個佛學博士如何在商場中實踐佛法。我哋大致了解到《金剛經》嘅精髓要義，沒有一件事物本身具有某種特定嘅本質，否則每一個人對同一件事情都會產生相同嘅睇法同埋感受。既然對事物所產生嘅觀感唔係源自事物本身，於是我哋亦都認識到你自身即係事物觀感嘅源頭，然後領悟到過去身語意3方面嘅善業或者惡業喺心中種下善或者惡嘅種子或銘印，支配左右咗我哋對事物嘅觀感。最後亦了解到，只要持續追蹤記錄每日嘅行為思想，我哋就可以規劃自己嘅未來。第233至234頁，花一段時間獨處靜坐，自我反思觀照，以達到安頓身心的目的。以下落嚟講一講種子，另外嘅有效工具冥想。首先我想講，我當初對冥想有錯誤嘅了解，認為冥想係一啲唔使諗嘢就係叫冥想啦，認為冥想係一啲走火入魔嘅負面事情。後來跟從咗老師正確嘅學習，冥想係有好多唔同嘅好處，其中最直接嘅好處係令人嘅意識較為清明。坊間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冥想，大致 YouTube 上面搜尋冥想嘅話，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導引。咁意識清明對我哋有咩好處呢？喺忙碌嘅一天之中，我哋會受到外來嘅環境影響，而有一個清明嘅意識，尤其對企業家採取商業嘅決定會較為明智，而且會減少負能量嘅侵蝕。營商係長線嘅發展，而保持清明嘅意識係一個長線嘅修持。要開始冥想，首先要注意一啲基本功夫。建議未試過冥想嘅朋友，最好跟住冥想老師或者有導引去練習，咁樣先會正確了解冥想嘅意義同功效。冥想最基本嘅姿勢就係保持背脊挺直。西藏人話，背脊挺直同神經系統嘅內部運作非常有關。挺直條腰有助神經系統嘅運作，同時亦能幫助我哋冥想嘅時候更加專注。另外，我哋需要一個小坐墊，最好墊高嘅 pat pat 尾龍骨嘅位置，幫助我哋挺得更加直。如果環境唔允許嘅話，可以維持平時嘅坐姿，雙腿垂下，雙腳掂到地面就可以啦。另外，我哋將雙手放喺大腿之上，掌心向上，放鬆全身，然後閉上眼睛，將我哋嘅意識放喺鼻尖上面，數息呼吸，一呼一吸為之1次，數到10次，然後由1重新開始。如此類推，你可以想象自己就係一個站崗嘅哨兵，喺2個小小嘅鼻孔之中，好似監視住有冇閒雜人等進入。你必須緊守崗位，
你嘅心必須專注喺鼻嘅上面。當稍有分心，你必須盡快收攝你自己嘅心思，重新專注喺一呼一吸之間。據說呢種數息方式，佢恰恰同我哋平常嘅呼吸方式係相反嘅。例如，我哋游水嘅時候，我哋先吸氣，然後閉氣，最後呼氣，算係一次，具有額外嘅力量，可以把我哋嘅心帶入去內在嘅層次，專注喺內在嘅念頭。如果經常發現自己喺數到10之前就亂咗數目，就表示好難凝神專注啦。呢個現象係一個信號，或許係會影響我哋事業各個層面嘅表現。因此，我哋更加固定每日嘅朝頭早，特別留心咁樣靜坐修持。當我哋開始學習觀呼吸嘅方法時，有可能會開始發現自己好容易心思散亂，或者好容易昏昏欲睡。呢啲都係大部分人正常開始冥想嘅現況。咁靜坐嘅時間需要幾耐呢？如果每日可以靜坐15至30分鐘，係最好不過，但係必須要持之以恆。每日用15至30分鐘嘅話，好大機會都係會放棄㗎。要我哋每一日都冥想，係真係幾難㗎喎，都唔清楚自己可唔可以抽到時間去做。格西老師建議大家就每一日同一個時間去持續靜坐，時間可以係慢慢遞升，咁樣會減少做唔到嘅情況出現。而且依類嘅修行係需要不間斷咁修持，先會發揮作用。觀呼吸只係冥想之前嘅熱身，只係觀呼吸嘅啫。因為觀呼吸係暫時平靜我哋嘅心，一旦面臨當日一件棘手嘅問題嘅時候，平靜嘅心就會失去咗方寸。因此，當學習觀呼吸之後，你應該積極謹慎咁樣把大部分嘅時間用來處理阻撓你獲致人生或者事業成功嘅難題。所以接住嚟觀呼吸之後，我哋開始解決問題嘅冥想啦。當意識同身體開始放鬆，進入寧靜嘅狀態嘅時候，接住落嚟要有意識咁樣將你嘅心轉去個人自身所面臨嘅問題。喺心入面觀想事件發生嘅嗰一日、嗰一個地點以及嗰一段時間，仔細回想需要解決嘅事件嘅細節。舉個例子，你觀想每日你置身嘅房間，坐喺你身邊嘅人，以及企喺附近嘅其他人，回想你係點樣請求協助，仔細觀想你如何遭到拒絕，回想嗰啲拒絕提供協助嘅人嘅面孔同埋話語，回想你當時嘅感受。呢個時候，你恐怕需要一啲自我克制，自唔會再次感到沮喪、失望或者怒火中燒。因此，當你回想嘅時候，必須小心謹慎。第二，接住回顧整個事件所顯現嘅空性或者潛能。有一點要留意嘅，喺你回顧嘅過程當中，你亦都必須去思考人哋對於同一件事所產生嘅唔同嘅觀感。接下來，你進入靜坐之中，把你嘅心轉向問題嘅根本。現在你明白問題嘅根源係你過去為其他人製造咗相同嘅問題，而在心中落下咗命印嘅結果。第三，有意識咁將你嘅心帶到去未來，試圖參與一個可能發生嘅類似情景，努力咁去觀想你可能坐喺邊個地方，身邊可能有啲咩嘅人，以及當你尋求協助嘅時候，對方可能講啲乜嘢說話嚟加以拒絕。最後喺你心中玩一玩角色扮演嘅遊戲，觀想你過去如何應對呢類似嘅情景，
喺過去一個經驗之中，某某經理唔願意幫助你解決困難，因此你暗自打定咗主意，佢哋將來亦都休想獲得你部門嘅支援。然而，你將有機會明白正常或者人之常情嘅反應，恰恰同正確嘅反應背道而馳。喺你拒絕伸出援手，以歉怨報復自己，要求援助被拒嘅嗰一刻，你已經喺心中落下一個新嘅銘印。呢一個銘印將令到你喺未來嘗到被人拒絕、孤立無援嘅結果。因此，當他人拒絕提供援助嘅時候，你最唔應該產生嘅反應，即係以牙還牙。在你靜坐嘅期間，呢一種心態嘅角色扮演遊戲，並非崇高而偉大同埋遙不可及嘅。佢可以係一個非常合適嘅練習，可以帶來人生嘅事業同埋成功。接下來嘅1至2天，你所想象嘅情景將真實嘅咁樣上演。當佢真係真實咁樣發生之時，你已經胸有成竹，準備就緒。通過情景嘅邏輯推理以及事先盤算如何應對所創立嘅行為模式，幾乎成為一種自動嘅不自覺嘅反應。以上就係解決問題冥想嘅指引。我哋再一次總結一下冥想嘅內容： 1. 先安頓身體同姿勢； 2. 觀呼吸，目的讓思緒平靜落嚟； 3. 進入你要解決嘅問題，然後細心回想當中過程，而唔帶任何情緒； 4. 回想整個事件所顯現嘅空性或潛能； 5. 有意識咁將你嘅心帶到未來，試圖參與一個可能發生嘅類似情景，嘗試揾出事件對你啟發同行動嘅方案。 6. 角色扮演嘅遊戲，觀想你過去如何應對類似嘅情景。生活喺急速而且與人互動嘅社會，好多時我哋嘅意識係俾所處嘅環境而干擾嘅。冥想正正係有一個空間讓自己獨處，而解決問題嘅冥想就係需要一個寧靜嘅空間，專注問題上面嘅解決。然而，當事件發生同埋解決咗之後，人就會開始因循舊有嘅習慣，使用正常嘅老方法去應對。因此喺靜坐嘅期間持續嘅練習，可以令到你停止再用返舊有嘅習慣，提醒自己用新嘅方法、正確嘅方法去應對。西藏智者指出，喺靜坐修持嘅最後，應該盡可能咁觀想自己係一個最有成就、最有智慧、最具慈悲嘅人。喺結束靜坐起身之前，保持幾分鐘嘅靜默，努力觀想自己成為自己所希望成為嘅人。佢將喺你心入邊留下深強嘅銘印，喺未來達成你嘅目標，請拭目以待。如果覺得呢條片 click 到你嘅話，記得訂閱 DIY 獨行者頻道，仲要撳埋隔籬個啷啷，有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噶啦。我哋下一集帶大家一齊拆解呢本書，一步一步帶你認識種子法則。我哋下集見，拜。I will take care of you.